통도 양도서. 들어보라. 오디오 비스. 다시 넣었어. 나 혼자 갈 때는 약간 오로로 와야 버스로 오로. 네 그랬어.那10年过了，这了没修理的，还是？咱你们到边巴的话来，没么好水的。20多，我的挺好。对了，不就这叫了吧？就是，我这这，到新回来过去，对了，小来着到新的，这啥的？还比80来多，还比80小。天天地来找跟掉的，想把我的。给他。10 rupees。是啊。那个小伙子，我还没个小伙子。这得掉。